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76967个本土病例，中档政府413例，死亡个案144个。伫死亡个案内底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伫厝内吐，意识无清楚，送病院进前就无喘气，落尾是 PCR 检出阳性，对发病到死亡干那2天。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昨嘛宣布讲，快筛试剂加名制后礼拜会开始实施第2轮，同款是看身份证的尾数，双的、徛的码日子无同，药局一天会当配117人份。新冠本土疫情由原伫高原期震动，这礼拜是增加76967个本土病例，有3县市增加病例数超过万，包括新北市、台中市、甲高雄市。台北市是落伫第5名，增加6000多例，中档净增加413例，死亡有144例。144位的死亡个案里面，135位是有慢性病史那没有打满3剂疫苗的占90位，其中有50位是1剂疫苗都没有接种过的。互人唔甘的是，阁有儿童过身个案是一名9岁查某囡仔是伫厝死亡个案，嘛有患继母对中手术病史，5月下旬出现吐，过当天细念意识无清，家属紧急送医，也毋过到院前已经无生命现象，当时快筛是阴性，也毋过 PCR 采检是阳性确诊。累积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儿童12岁以下这个本土的重症呢，总计是30位那其中有4位是属于这个家中死亡的这个个案，那死亡的儿童的累积数是13位。就因为本土疫情严重，民众使用快筛试剂需求增加，指挥中心宣布，为后礼拜一6月初6起，加强抗原快筛试剂实名制贩售，同款采用身份证尾数单双号分流购买，一份5支500块，药局单日配价是提悬到117份。所有人都可以买就是你以前没有买过，有买过的，有领过没有领过的都可以第2轮的开始但是要持有健保卡跟居留证。另外，这波疫情什么时阵会降落来？但是中表示，台湾的疫情曲线甲新加坡不两像，目前观察800基头甲花莲情形，确诊率达到10%都有相对反转，佮观察10天左右，疫情都会较明朗。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甲台中的确诊病例已经连续3天拢有上万例，即马中南部疫情也继续在爬悬，因为今仔日开始3天的连假，有的民众会出门四假去，所以未来确诊病例应该会阁增加，所以县市首长嘛拢呼吁民众一定要做好防疫。屏东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因为一直发烧送往妇婴病院急诊，互家长质疑无专职病房收治，需要甲确诊大人带做伙，院方出面澄清。隔离病房是大人小孩都同一间，也没有空调厕所就是共用一间。你们确定要住院吗？婴儿有症状的时候，我们都会进入我们的专责病房去做治疗。那我们专责病房的治疗就跟一般都不一样。家长着急确诊囡仔就医状况，凸显中南部疫情继续紧张。屏东初二增加2700多例，我近的高雄市增加10490多例，已经连续3天突破万例。抓算疫情维持伫高原期，台中市确诊数同款是我3天维持万例以上。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到5月31日，全国平均感染率9%，大都中的台北、新北甲桃园已经超过10%。高雄、台中甲台南感染率是豆豆提升。新北跟桃园大概都有将近大概16%的一个确诊率嘛，所以它基本上这2个地方都，桃园也是在往下走，那南部稍微在往上，那全国就持续在高原上。我想大概10天内大概情况会很清楚了。指挥中心预估10天内疫情趋势更加清楚。因为进前连续假期过了后，确诊人数明显增加，也让县市首长唔敢大意。那有上呼吸道症状的，请赶快这个快筛只要要回家的时候。连续假日完以后，那到下一周去，我们就会注意到，那有些这个确诊数字就会跑出来那可能跟大家这个比较频繁的接触有点关系5日节连假3天，路南唱罢，无论是自餐、旅游，自身健康状况一定要多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最近的病例数是伫透底下降，去台检站免落车做快筛的人数嘛减真济，所以台北市长郭文哲即马表示，台大甲木栅这两个所在的台检站会先收起来，也若树林甲自由广场这两搭，伫5日节连假会照常提供服务。北部疫情慢慢有较稳定，台北市卫生局指出，台北市最近一礼拜确诊病例数继续下降，车内所检查站最近实际服务量也减少。台大医学院体育馆甲木栅机场车内所两个防疫急门诊的检查站，会对6月3开始停止服务。市北科市长指示我们这3天连假还是会维持一线，但时间会缩到下午4点钟结束。这3天连假会先减时，然后下个礼拜如果量继续少的话，我们大概就会慢慢撤除。诊所甲病院拢有时限的门诊，加上快速检查阳性，等于是较紧来实施。台北市也评估3大车内所退场的时机。依照统计数字来看，5月31甲6月7这2天，只有北市区甲中正纪念堂服务人数较多。木柵机场分别是229人加236人，台大医学院体育馆防疫急门诊的检查站人更较少，连续2天拢无到20人。相关人无需要中正纪念堂、儿童疫苗注射站。台北营总派出80多名的人力，规划一天会使注射2400人，不过头一天敢若注369人。如果这样的话，今天、明天就收起来了，不要再弄了。但是来没有告诉你，也没跟你商量，离开你跟他建议，他会听吗？不会。打疫苗或很多的公共政策，当然一下人来很多，可以服务很多人很好，但不是就是说比较少，人比较少就要把它关掉。我们是认为多一个人打，多一个人的方便，那就是造福市民。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数字，7大儿童疫苗注射站开始自到7日中昼，总计服务量合计是9203人，也提醒民众5日做连假无休假，拢用随到随住。另外，疫情的部分，议员即期中央公布的致死率甲其他邻近国家来比较是加真多。不过，郭文哲认为，上早统计较适合的统计时机是疫情较热了后。不过，即阵确诊数永远伫千悬，统计若是较慢做，数字应该无共款。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伫昨昏有开记者会，因是批评市面上即马得卖福吉米100个翠暖快筛试剂，说明书顶头乃无写会当验 Omicron 变种病毒，质疑卫福部闭关出问题。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说明书顶头当然是袂写新的变种病毒，也毋过伫进口进前拢有验 ，CT 值伫24以下拢验袂出来。本土病例数一直真悬，快筛阳经过医师判定看作确诊上路了后，也互快筛需求增加。尤其翠暖快筛推出了后，会当免受突片之苦，引起真侪讨论。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开记者会提出福吉米韩国原厂的英文说明书，显示会当侦测变异株范围，包括阿法、贝塔、伽马、德尔塔，都是无写 Omicron。这段时间密集的核准快筛试剂。是什么时候？是 Omicron 病毒在席卷台湾的时候啊，那你当然必须要进的快筛试剂 ，Omicron 要测得出来嘛。进口的时候经过食药署的检验，那检验的情况下也有用这 Omicron 去相对的做试验，基本上验的测要到 CT 值24以下，那比较准确的验出来，但是这是符合我们的规定。指挥中心回应，以前的说明书未有新的变异株是必然的，若无就变做是未来试剂，而且快筛试剂拢是经过食药署检验，一切符合规定。不过，南亚立委也提出质疑，接到民众陈情，CT 值12，结果福吉米翠暖快筛刷验袂出来，也有囡仔症状明显，使用翠暖快筛也是同款验袂出阳性。对此，医师表示，囡仔要吸出1年后的翠暖确实有难度，正确操作才会当得到较精准的检测结果。小朋友不会知道什么是生喉唾液啊，他们就只会最多啦，只会吐口水，可能就非常好了，变成就是说要病毒量比较高的人，他才会被侦测出来啦。那有些人他即便有症状，因为每个人对病毒量的那个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病毒量很少，弱阳性的时候，他其实症状可能就相当严重。医师也提醒，若果有新冠相关症状，本身有中重症危险因子，还是囡仔有慢性病因子，就算快筛迄当时无验出阳性，不过监控依然爱继续快筛，必要的时阵也是爱启动相关治疗。记者综合报道。
做伙关心天气，人讲袂食5日这仗破晓唔甘放，真正有影。今日5日这，今日开始3天的连假，天气拢真翕热，而且过到了后爱细日雷公雨。咱做伙来看云图。5日这3天的连假开始啊，天气的形态嘛进入烧热的天气，这几天是拢真翕热。今日甲昨昏同款烧热。气象局是表示，今日透西南风，中南部透早到早起有湿湿啊雨，若过道是爱细日雷公雨。各地山区、大台北、宜兰、花莲有局部大雨。今日各地高温拢伫30度以上，西半部的高温是33度至35度，东半部的高温有31度至33度。气象局表示，连假3天全台湾日头拢真美，紫外线指数是高亮到过亮的级数。若后礼拜一，才有方面会晚间才会变天。后礼拜2到后礼拜4有黄霜雨，而且雨嘛较粗。来关心旅游观光业伫疫情当中受影响，行政院即马要提出50个亿的补助进行咱国内旅游。本底是9月份才要推动，毋过即马是要提早到7月中。初步是规划国内旅游团上济会当补助3万块。若民众自由行去大饭店去休眠，一暝上济会当补助1300块。希望呢，撑到疫情过后，事实上很多业者已经真的快撑不下去。观光旅宿业进行补助款55亿，这条救命钱总算提早伫7月15拨落来啊。观光局初步规划，这55亿会用来刺激国民旅游。团体旅游的部分，2天1暝以上的，一团15个人会当补助2万块，还佫有另外的补助，包括请无固定头家的导游，还佫有非假日拜2至拜4出团等等，只要有符合一项，就会当补助5000块，上济补助1万块，等于是每一团上济会当补助3万。相对旅宿业的补助，礼拜至拜4，只要住伫合法的旅馆或者是民宿，一间房间一暗上济会当俗800块。另外，若是初级的旅馆、甲访客民宿，也就是台湾官方为合法民宿内底精选出来的民宿等等，会当佫加俗500块。若自由行的住宿，上济会当俗1300块。另外，主题乐园若是非假日去，门票会当拍到3折。其实它诱因面都很大啦，就变成是我会依照我自己的行程去计划。一样是先抢先赢，经费用完之后呢，住就立即就会被停止。根据观光局的统计，目前全国的旅行社存3910间。暂停营业，还有收起来差不多是72间。若旅馆住宿业有3478间，暂停营业，还有收起来差不多是31间。旅行社实施无薪假的人数有9123个人，住宿甲餐饮业有2610个人。政府的振兴措施的实施，代表了就是政府预估疫情会趋缓，那这是消费信心的问题。观光局表示，特色团旅游补助6月底就会到期，若是用不了，就会延到7月份至8月份。若爱做3档疫苗的规定，敢是要改进？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暂时无要改进。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第4月份的是3读通过私立高中以上学校退场条例，为着配合法律实施，教育部即马拍算要定出私立高中以上学校退场审议会设置办法，也有专案辅导学校认定办法2个主法，上紧伫8月份会召开第1场的审议会，会公布辅导学校的名单。来看《中国时报》。即马第30届台北国际书展伫昨昏已经开幕啊！伫疫情当中是正做全世界即伫意大利、伦敦、美国了后，全世界第4个有实体举办书展的国家。头一天人无啥多，业者是表示，因为昨昏是上班日，嘛希望讲5日这3天连假会出现人阵。来看《自由时报》。金管会已经核准通过安达人寿的母公司安达保险集团摕到康健人寿100%的股权。金管会是表示，第2阶段会规划安达人寿伫台湾的分公司，甲康健人寿加落来。也毋过合并了后的名要安怎号，即马还未确定。阁有这交易嘛需要经过投审会通过，是希望讲伫年底之前会当完成。来关心咱国内头一个胃病死亡的细汉囡仔，新北市2岁的囡仔恩恩，伊的爸爸要追查因误送病院的真相，向中央甲地方申请当当时伊敲电话叫救护车的电话录音。也毋过新北市的消防局是表示，敢若会当提供文字的档案，无法度提供录音，但是要听录音会派专人送过去。
专工上北去新北市政府，因为当初求助81分钟才坐到救护车。中和2岁查甫囡仔恩恩，路尾较紧不幸过往。爸母即日去牵着就医的时间，希望找出去牵着时间的真相。不过恩恩因老爸讲，消防局初日以个人运输做理由，敢若提供因牵手向119报案沟通电话内容拍字的文稿，我互因全部通话录音档。中央的1922都可以依照我一样的请求，给了我录音档，一样都是政府机关，为什么新北市政府辖下的消防局有这样子考量？这让我非常的不能理解。我没有通话的原始录音档。我怎么知道你这译文的编译的正确或不正确？恩恩因老爸讲，迄当阵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用25分钟才联络到卫生局，了后协调送病院，各用要半点钟。这段期间双方是安怎沟通的？恩恩因老爸讲，也无消防局联络卫生局等等的内容，所以也唔知影。甚至已经有甲因讲因后生出现什么症状，嘛即支讲是安怎无法度以紧急送病院的指引来处理。119是勤务中心。他每天要接到数万通、数千通的这个电话，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原则跟规范。你不能给的标准就是我们从119勤务中心到目前为止对待每一个民众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是安怎无法度提供通话录音档？新北市副市长刘浩仁回应讲，因为有相关的规范，原则是119勤务中心目前对待每一个民众的方式拢是一模一样的。嘛强调讲，只要对方想要听，随时拢有专人会当送过互听。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将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1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76986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是2198161例。中国病例伫 WHO 的病例数资料超过300万例，日本超过889万例，韩国是超过18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6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3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3000万例。美国最近是接传出枪击案，美国最古城的枪杀案，南加州教会的枪杀案，还有德州小学的枪杀案。无到3礼拜时间，美国伫中西部的奥克拉荷马州拜三个传出一间病院，互嫌犯钻入去内底乌白开枪，有造成4个人死亡。那嫌犯犯案了后随自杀。奥克拉荷马州的首都托尼萨市的圣方济各病院，初一下晡有人伫遐乌白开枪杀人。一个肥下差不多30-40岁查甫人，手举2支枪，一支长，一支短。伫纳塔利医疗大楼2楼的门诊手术中心、甲联邦保健中心，乌白开枪杀人。警方接到通报了后，3分钟内就赶到现场，伫每一层楼的每一个房间做搜查，确保无其他的威胁。毋但安尼，美国分州枪炮、甲暴力物管理局，还有消防大队的人员拢到案发的现场，而且伫附近的一间国中设立中心，要替民众斗找因伫咧案发现场的亲人。Sad. I was coming to the doctor, and I got my grandkids with me in this terrible scene. It's awful. 托尼萨警察局副局长达瑞希向媒体表示，这个开枪的人当场就自杀，因为犯案的动机还要调查。The officers that did arrive were hearing shots in the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directed them to the second floor. Right now, we have 4 civilians that are dead. We have 1 shooter that is dead, and right now we believe that is self-inflicted. Officers have not been interviewed, but we're certain that's a self-inflicted gunshot wound on his part. 这是伫水牛城枪击案、南加州教会枪击案、德州罗皮国校啊枪击案了后，无到3礼拜时间，佫新增加一个枪击的事件。总计为今年1月份开始，全美国夺走4条人命以上的枪击案已经有12件。而且到达已经有76条人命无缘无故互断死。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在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今仔日满100天，战火无情，也毋过民众也是过日子。有咖啡馆、咖啡厅已经重新营业，嘛有饭店是对战争开始就拢无休过。那乌克兰国家骹球队嘛展现意志，伫国外探赢，向世界杯骹球赛搁进一步。民众做伙伫咧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地下室，
大家是欢喜小览大声喝休，暂时袂记哩战争的代志。庆祝乌克兰国家脚球队找伊伫世界杯外围赛欧洲区附加赛以3分比1分拍赢苏格兰，要继续拼今年11月底伫卡达举行的世界杯。这嘛是前2月份去俄罗斯入侵了后，乌克兰头一场参加的脚球赛。I'm hoping that these guys are sportsmen, can show the strength of Ukraine, not only on the battlefield but also in sports.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到6月初3就满100天啊。为了展现乌克兰人坚强的意志，未少民众选择互生活回归正常。第2大城哈尼科夫在地上界出名的水晶咖啡馆有重新营业，互民众会当照常来啉一杯米露或者是咖啡。2 місяці все-таки робочі місця потрібні. Місто трошечки оживає. Людям хочеться також цього, не знаю, випити кави, сходити, звичайно, тому що всі. 哈尼科夫的街路嘛开始有一寡咧卖菜色果子、甲鸡卵的贩啊。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因为战争无收入，所以去买的人并无多。也若伫咧基辅北边的新北电力负责，当地即间做胖的工厂，伫战争要100天的这段时间，前到达是拢一直正常运作。就算捌离罗西亚军方战线敢若有8公里，员工调伫遐，不过因也是坚持每一天拢做上市现行的胖。不过部分生产的设备去罗西亚军方破坏，这嘛互负责人是真痛心。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керував будівництвом цього заводу, і коли 17 березня цього року я приїхав, і тут ще працювали пожежні машини, стояв дим, всередині ще все горіло, в мене просто були... 就算罗西亚军方早就已经离开基辅的4颗粒啊，不过做胖的原料也就是种麦的所在，涂骹底足侪拢有地雷，无论是要种植或者是收成，拢拄着真侪困难。虽然产量敢若剩之前的1/10，不过即马基辅附近的民众渐渐啊转来啊，只要还有民众需要食食，因就会继续做胖，互大家食。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上位70周年，初2时有举办庆祝活动，也毋过女王迄暗身体无啥爽快，所以无去参加第2天女王统治感恩活动。那安德鲁王子嘛，因为去话着无去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连续4天的庆祝活动，自初2开始。穿水蓝色礼服、牙拐仔的女王，甲王室的成员徛伫咧白金汉宫的阳台，70台皇家空军的战机进行分列式。女王也向民众握手，做阵庆祝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君主白金禧。The Queen looked beautiful. I mean, she's getting older now, but she looks vibrant as ever. 因为昂塞菲利普亲王去年过身，女王的登基活动无亲王陪同，真遗憾。崔利安传讲女王身体无爽快，但是也是有参加点灯灯会活动，也毋过取消初3的女王统治感恩活动。迄天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行向民众甲大家握手。He touched me and shook my hand. Said hello, didn't he? And said hello. He said, "I hope that your bag's not too heavy." It was really nice. It was an amazing thing. 女王第2后生安德鲁王子新冠病毒体检阳性，无参加。退出英国王室主要成员的哈利王子甲梅根翁某正低调参加活动，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宏等国际领袖，拢向女王表达祝福。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绿树天安门事件，伫明仔会满33周年。过去香港拢有举办纪念活动，也毋过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有人因为办纪念活动全互抓起来，所以今年香港是点足足，头届拢无任何纪念活动。今年是绿树天安门事件33周年，伫港版国安法迄件效应之下，香港将头一摆无举行任何纪念活动。咱国外交部也向当年牺牲的中国民众表达悼念，佮呼吁中国人民唔通放弃争取民主力量，相信自由，继续争取民主，捍卫人权。今年香港已经没有办法再举行任何纪念天安门的活动了。但是在台湾，我们没有忘记天安门的屠杀事件。历史是不能够抹杀的，事实也不容抹去。
为了纪念历史，即马带伫美国的历史学院领袖王丹伫面册发表公开批，呼吁大家拍拼维护历史记忆，反对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倡议成立历史纪念馆。六四纪念馆的建成，其实起到的不仅是个守护历史的作用，也是希望通过六四纪念馆的建成，冲击现实的政治，进一步的冲击中共的统治。伫台湾，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台湾人权促进会等真侪民团，6月7日起伫中正纪念堂开设跨境艺术展，展出内容包括历史学院、香港反送中运动。6月7日将伫中正纪念堂举办纪念晚会，为年和香港大学跳跳的故乡一条，迄天也伫现场重现。会在这个中正纪念堂树立去年被在香港被推倒的。国殇之柱，象征我们台湾跟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以及被压迫的人群站在一起。张建源表示，这摆活动除了替中国大陆、香港人民保存历史的历史记忆，也提醒台湾人民居安思危，无将台湾面对中国威胁、国家主权、宪政民主，香港都是一个真好的例。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威斯康辛州一大公墓发生枪击案，有一个凶手硬枪伫双底开几啊枪，当地媒体曝光有5个人受伤，也毋过目前伤亡的确定人数也在调查。来看美国国务院伫顶个月初，有伫国务院的官方网站提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提调无支持台独者的文字，引起议论。也毋过国务院即马上新的修改，佮甲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这段佮藏起嚟表达立场，也嘛强调美国对台湾的做法政策几啊十年来拢共款。来看台美已经宣布要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也毋过中国表示反对。美国国务院今日是强调讲，这毋是官方的关系架构，有下一中的政策，美国袂因为中国抗议就动点。行政院是宣布，甲美国要重新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贸易谈判。也毋过在野党即马是积极讲，这是蔡政府伫台湾内部宣传尔。行政院是表示，台美的贸易议题有新的接触，嘛有新的进展，希望会当签署双边的贸易协定。行政院宣布，台美达成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月底双方会在华府举行头一摆会议。不过，在野党质疑，这倡议无牵涉商品贸易这深水区的议题，何蔡政府摕来对来宣传。对此，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台美经贸议题已经变开新的一页，那继续推动，希望达到签署台美贸易协定目标。这个架构已经包含印太经济架构的所有的重要因素在里边。这些因素在我们这个谈判里面。后面它的效应能够去促成跟美国一个或多个的协议，包括 BTA， 它是一个高标准的经贸的一个谈判。那这个谈判如果能够持续推动的话，所谓能够达到台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不会是空中楼阁，已经是踏上第一阶了。学者是分析，台美部分谈判内容是中国所无法达成的，将对中国未来意味真高。综合这个未来要谈判议题，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呢希望跟台湾合作，那一起来对抗就中国呢它一些非市场机制。纽时报解读，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是美国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罗秉成讲，台湾甲国际关系愈紧密，国家的防卫才会得更加稳固。因一旦台湾受影响，其他国家也连带被影响。另外，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帮助，两者是密切相连的。记者综合报道。那咱总统蔡英文伫昨昏是去海军陆战队陆战66里视察，而且佫去国防医学院、武防医学研究所视察。那这个秘密单位已经19天拢无开放媒体去采访啊！蔡总统嘛是任内头摆行脚到。手套拿起来很重吗？不会啊，我是在试它的重量，也蛮好操作。今早就甲红准反正甲喜字放伫金架顶面，身为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进入计势。蔡总统行程原本只有听出各自武器性能的简报，却是真罕的对官兵手内主动接到重量95公斤的红准反正甲喜字来操作。我们刚才有另外一个女生已经给大家说，是吧？不要太手太手。
5日做年假进前，蔡总统在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勇陪同下，星期先到海军陆战队陆路来围边部队。陆战队展示在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中引起讨论的标枪飞弹、刺针飞弹。特别注意的是，由军备局演化的上新 T-108轻型出击枪也头一摆对外公开，展现国防自主的成果。蔡总统也是对国防医学院有移所，不过批示实验室依然无对外开放。寓所也结合了中研院、国卫院、卫福部等产官学多方的合作，在自动化核酸检测以及抗原快筛的研发上有许多卓越的成效。这样台海情势真紧张，引起美方的关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前是讲，美国愿意扩大对台湾的武器援助加军事训练，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5月北京时，中共目标在2027年进前得到入侵台湾的能力。CNN 分析报道指出，中国可能在扩建中获胜，不过必须付出血腥的代价。就算中国大陆有庞大的陆军战力，但是战甲车辆没有办法渡过海的话，其实基本上来都是没有用。只要我们的海空军能够够强，或者说能够撑住对方发动第一级的状况下，其实我们都还有一搏的空间。专家讲，两方有海峡计条例，加深强军环台难度。国军在本岛甲海上部署各式的导弹，做了强军处理制空制海权。不过最近军事国会案件起条例，强加拍乱国军建军的规划，必须爱小心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其他消息来关心，桃园有一个查甫人，顶个月确诊去回着，解除隔离了后，伊嘛快筛阴性，就转去上班啦。也毋过，感觉讲身体乃无啥爽快，佮做快筛是验出阳性。经过医生认定，伊是第2届去回着。伊知影讲，伊想要请假，要申请隔离证明，也毋过煞互系统挡落来。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就要看讲第2届病毒量，由病院来判断讲敢爱居家隔离。毋过基本上第2届去回着是毋免隔离。对健康准谱显示，画面因看到，伫短短1个月内有2摆的新冠病毒画着记录，伊是住伫桃园市四周查甫人。5月中感觉家己身体无爽快，采检是阳性。提出隔离了后，家己检测确认是阴性了后，转去公司上班。无想到5月下旬，搁再出现画着症状。经过检测了后，伊阁是阳性。家己就医了后，被判定是第2摆感染。想要为家己甲厝内底人请假，家己上传通报系统申请特殊隔离证明，却是互系统挡落来。我是属于高风险族群，那个我肺不好。我想说，怎么可能会这样？后来我又再次去医院，医生也给我看诊，然后我有问他是不是属于2次感染，其实医生也说不确定。赵先是讲，因为这摆症状比头一摆画着时阵也较无爽快，医师除了开飞水的口服药，也甲讲必须要重新来7天加7天的隔离，密切接触者也必须要隔离。打电话到1922去问，有一寡回答讲按照医师的指示，也有人讲无需要。去问卫生局也是安尼，互伊感觉真困扰。隔离之后，最近还是会觉得有咳嗽，还有身体不适的状况，所以月底的时候有在前往医院就医。医师评估这是同一次的一个病程，看他的一个相关的病毒量或怎么样，那由医院这边来判定是他到底需要不需要居隔。不过基本上如果是2次感染的话，基本上是不用的嘛。随上根据指挥中心规范，民众在确诊了后3个月内接触确诊个案，无需要把列为接触者，而且在确诊了后3个月内来检测，以往有可能呈现阳性，所以讲袂列做第2摆确诊的个案。如果曾经感染过的话，不是疫苗相关的抗体就会变阳性，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多少人曾经自然感染过，而且这种核蛋白的什么 IgG 抗体这些，应该是感染以后是终身持续存在，不会在短期之内消失。医师强调，康复者也是有可能再去画着，所以讲建议，若是康复了后，也是要照规定来补足朱好节疫苗，也个必须对发病日也是确诊日开始，至少要隔3个月了后接种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港队军种骚扰防治法6月份已经开始实施，即马上北有出现头一个案例。警方表示，这是一对侦判伫去年已经撤啊，也毋过这个查甫的唔甘愿，一直甲查某囡仔对调搁共恐吓。这个查某囡仔有去申请保护令，想袂到这个查甫共款无要放伊煞，而且有犯案的可能，转向移送法办。你再走，你是不是就要报警啊？沿着楼梯一路6楼，自豪指控穿青衫的查甫人涉嫌跟踪伊的女朋友，一路缀到公务大所在。
你没有怎样，你从刚就是跟着我女朋友，你现在怎样？双方虽然讲家己的以往发生这类涉及金钟烧料案件，无全法可管，也毋过来回猜疑，经司法审查上路了后，双方也出现头一类触犯刑法的案件。从去年底开始，持续电话跟简讯来骚扰。那昨天这个前男友啊，还是一样用电话跟简讯来骚扰他可能就是一些恐吓的言语确实符合跟骚法的要件。双方分手了后，前男友的简讯无停过，一字一句拢真歹听，甚至也有恐吓意思。警方讲，就算当事人进前已经向法院申请过合法家暴保护令，不过对方犹原继续烧了，即摆就已经符合经司法构成要件，包括继续反复、甲性参性别有关系，互当事人心里会惊，依法合法书面告诫。相关案件也将函送检方侦办，针对违反家暴保护令部分，也将继续侦办。2位民众的话报案，没有一件的话被那个这嫌疑人啊，那因为有精神障碍，那另外有一件的话没有是成为男女朋友。反过来看，台中市经司法上路了后，已经接到2件报案，不过2件拢无适用刑法。台中市警察局长解释，其中一案是因为情侣关系属于家庭暴力防治范围，另外一案因为嫌疑人是精神疾病患者，当事人同意无追究。有关精神个案，卫生局也表示会做后续追踪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一大旧车业回收厂，业者在整理报废的车辆时，伫一台车的后斗发现一个查甫人的尸体。业者是惊到赶紧报警察，警方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证。本案是于111年6月1号，民众在整理其所有之停牌报废的自小客车时，意外发现他后车厢内装有一具尸体。那本分局员警获报后，立即派员到现场做勘查采证，并将全案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做指挥。这台报废的车辆是5月28对新北市树林一大公墓附近拖过来的。回收厂的业者当在整理的时，发现车后斗有一个查甫人的尸体，赶紧报警察处理。警方有找到死者的身份证，即马认定是一个36岁姓黄食毒的通缉犯。若伊的厝内人有去报案讲伊失踪，即马死亡原因，警方正在调查。民众厝内若伫装潢车局的时，有时拢会拄到争议。这款申诉半当内超过100件，平均一天就一件。立委参受害者伫昨昏有开记者会，因是要求内政部要对源头对业者做好把关，保障民众的权益。我光不跟你走程序，我都要拿一笔钱出来，这是我们毕生赚了多少年的薪水的钱。开几落百万装潢，结果互人黑白母。有几仔民众甲立委斗讲，伫装潢时拄着变线啊，希望政府机关带头杜绝诈骗。事实上，政府是有室内装修业者的登记系统，可是，在这样的系统当中，你只是知道有这些人，但是他是不是过去曾经有恶劣记录的所谓装潢蟑螂，或者甚至于是你曾经行使过诈骗的诈术行为等等，其实这些你看不到。有立委指出，今年欠工欠料，真侪不少业者股卡锁出来。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统计，最近半冬的工程申诉案超过100件，平均每工一件。但是伫目前官方的征收业者查询系统，敢若通知影敢有合法登记，无法度看出是毋是空壳公司等等，呼吁相关单位应该想办法来防范。因为我们原来已经有那个室内装修的一个契约范本的部分，那因为这个可能还不足够，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定这个应记载跟不应记载的是一个事项。那这个出来以后是有个法律的一个效应哦，所以这个我们会紧速再赶快把它定出来。立委表示，民众若拄到这种情形，大部分只好行法律程序了钱搁伤心。除了政府爱有作为，嘛提醒民众若要装潢，就要有立约保证甲定型化契约，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陈嘉丽、台北采访报道。中华职棒副帮悍将外国投手威迪兹昨暗伫对魏全龙的时，伊是先发投手，投到第7局的时，互裁判赶出场。因为主审表示，伫伊的手套内底掠着伊内底有抹物件，若刷倒来，伊嘛会互禁赛10场做处分。剩下最多的用球数就是101球。来看到这一球挤压到在中间方向的小飞球，被游击手给接杀。最离岸富邦悍将对魏全龙的比赛，富邦先发投手威迪兹投到第7局顶半局的时阵，主审过去检查伊的手套，感觉伊的手套怪怪，就找其他的裁判也做阵来检查。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外部物质之类的，所以现在请2位的裁判来检查。虽然韦迪兹一直用动作解释讲，伊的手套顶头无别项物件，不过首位裁判伫咧检查手套了，由主审判将韦迪兹赶出场，也呼吁诚侪这位第一个因为抹外部物质被赶出场的选手。副班看将韦迪兹他的手套有用禁止事项，就是手套里面有一些不应该有的物体，所以被我驱逐出场。韦迪兹被赶出场，也怪面对10场禁赛，上尾副帮赢1-2输球，再一遍5连败，唔但被发现手套顶头有外部物质。韦迪兹这场比赛控球也无啥好，单场导致3遍扑投，连续3战单场拢有3遍扑投，今年才到41.1局就12遍扑投，改写联盟上紧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地远方送头，咱镜头来合欢山。合欢山顶头的暗空公园要经过国际暗空协会认证。那南投县政府即马为着要防止公害，嘛定出驻地条例，准讲赛车起哩车停好势，3分钟内就爱甲大顶禁起来，若无上济会罚款1000块。按算伫8月份的时会开始实施。合欢山有真好的看车环境，2019年嘛得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正做台湾头一座暗空公园。伊规定当年定期爱提高夜空观测品质、定期检量等报告书复检。南投县政府为了保护星空资源，防止公害，即马制定南投县合欢山暗空公园管理驻地条例，将明定车辆停好势了后，3分钟内爱关掉对外所有公园等措施，违者处1000以下罚款。车辆停妥的时候，那在3分钟之内。我们一条规定是3分钟之内要关闭对外的停止车外的一个光源然后，那这个部分也是要确保说不要去影响到游客然后的一个关系。官府强调，车内公园无伫规范内，涉及救灾还是其他紧急情况者也无伫出现。尤其使用手电仔是爱限制伫室温3000K 500流明以下，相当 LED 灯5瓦的光度。轻经永续发展协会赞同制定条例，也毋过认为开发无应该是目的，事情对民众的教育推广才是重点。因为纽西兰就是用星空去认证了世界文化自然遗址认证出来了，那所以这个星空其实也是值得被保护的。那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推广的过程里头，能慢慢的把这个守护星空变成一个我们在地的文化。南投县府有计驻地条例伫6月下旬期会的定期会都会当审议通过，搁报请交通部核定了后，上近8月就会当公布实施。也毋过也承认，因为环保署无相关的补法，环保稽查人员伫处地认定甲违规认定，拢也需要细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伫台中外埔有一片1公顷外的彩绘稻仔田，顶头有葡萄、火龙果、高铁一寡真水的图，对观景台徛远远看到规片是水家。即几冬用稻仔惨色，伫田林设计做一大北道长时行，节节有咧种稻仔的园区，亲像屏东、台南拢有设计过。即阵伫台中外埔嘛有一片真水的稻仔田彩绘。东山也去看过，然后屏东也看过，我觉得台中的富士台中这一次的彩绘是我看过最漂亮的。这片1.3公顷的彩绘稻仔田，有青、黄的、白的、橘仔色，加强4种色水的稻仔。规北道包含台中出名的农产品葡萄、火龙果、油桐花，阁有一只配色亲像真的高铁列车，呈现台中的在地特色。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作物，像葡萄、火龙果、高铁，像这个桐花融入这个图案里面，整个一个的施工制作，我们就拜托这个外埔区农会来帮忙。台中市府农业局嘛表示，这片彩绘稻仔田一直到6月底拢会真水。迄群日附近阁会办农产品的市仔，嘛有油桐花步道等等的景点。希望这条完整的观光路线会当让民众来行搭。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感界来看歹鞋啊舞蹈剧团，伊伫因的创作表演内底，因是用身体亲身去感受庄脚土地环境，来传达人甲社会甲环境的关系，嘛去感受土地喘气的声音。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明仔暗7点半，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因是安那呈现本土元素来跳舞，找出咱台湾舞蹈的创新力。对角乡队伍的脚步，深入民间研究宗教文化的田野调查，是歹鞋仔舞蹈剧团创作的来源之一。
透过人物环境、历史、民俗等等的元素，以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反映现代社会应该爱重视的议题甲义务。所有的作品一定爱经过这种填调，然后身体力行。 行到土地内底，我敢有互这种信仰感动，我若有互伊感动，我一定会知影迄个精神是啥。伫100年古迹詹文溪杜造桥，潘爷舞团即届创作的流角，是以土地角度来呈现。舞者伫朝朝拢是本色所在，透过无共姿态表演，来传达人类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甲伤害。我必须将我的脑袋放好空，我要真正甲这环境沟通。 伊会保护我，无代表讲我会当啥物代志拢会当做。我要安怎伫即个限制内底找到更较侪可能？原本是伫剧场内底表演的食土，头一届刷去庙埕演出。故事描写人类甲土食入去身体内底会带来啥物变化，甲观众近距离的表演方式，互咱去思考大自然循环甲人的关系。 嘛，在疫情期间用表演带来希望力量，让大家可以透过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抒发，就是很享受在作品里面。至少在这个疫情的时代，会当用阮的方式，然后甲这个社会斗相共。潘爷舞蹈剧团的创作，自来是用五官、用褪赤脚去连接甲土地的情感，过程无正确的答案。因希望用作品，让每一个人家己去感受土地甲咱的对话。 记者罗秉祖、连胜伟综合报道。为着要追求家己的音乐梦想，Jazz 钢琴音乐家曲立庭是放弃电脑工程师的工课，去比利时学 Jazz 钢琴。等来台湾了后，又要将支持到总钱。伫去年底嘛有发唱片，这个唱片佫入围这一届的金曲奖2项大奖。 弹奏爵士音乐，眼神充满对音乐创作喜爱。伊是爵士钢琴音乐家曲立庭，自细汉就学弹钢琴，不过为了升学一度来中断。大学毕业了后出社会，热爱音乐的伊，靠着做电脑工程师的薪水，欠着留学经费，来到有名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修习爵士钢琴的硕士学位。 爵士音乐，因为它注重的是即兴嘛，所以哇，很快的就可以和别人玩在一起。所以那时候觉得哇，原来玩音乐是真的可以这么开心的事。爵士乐它是从美国发源的，那应该要去美国，但因为美国学费又更是一个天价，所以我觉得如果等到我存到一笔可以去美国的钱，可能都50岁了。等来台湾了后，一直想要把这段在国外特别感受，经由音乐界记录落来。不过受到疫情加资金这因素影响，发行头张的专辑制作过程并无顺利，户头一度敢若剩200多块。各位因知影这情况，纷纷出手来援助，将有倾到经费。去年底顺利来发片，就入围本届金曲奖的2项大奖。在我还没有离开台湾之前，我其实不知道。 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难民，把这个食物拿到街上送给我，就是见到的第一位难民。可是其实当你要拿东西给人家的时候，其实心中是很紧张而且很复杂的。 经由音乐，伊记录伫比利时看到大批的叙利亚难民摕到小的物件要互因食心情，要比利时的安斯帕大街路代表车市甲散车对比。经由交织的平衡这张专辑，获到买斗阵的关心，甲咱共处在地球村内底无共处境的人，未来伊也想要创作一张甲原住民相关的音乐创作，继续向音乐创作的道路前进。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国际书展伫昨昏开幕，今年有专工设一个乌克兰的专区，有乌克兰插画家的作品，另外嘛有法国主题区，也有台湾本土意识的册。对保护国家的乌克兰阿兵哥，到咱的乌克兰居民到展示来的和平照，一笔一画，拢是平均20-30岁乌克兰插画家对和平的愿望。本身就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人，今年才19岁的 Valentina， 伊讲家己虽然要咧逃难，不过伊自细汉就希望会当甲国际分享乌克兰的文化。伊真感谢台湾邀请伊来办展览。I have to start this by thanking Taiwan. You know, for me personally, as
as Ukrainian and for Ukraine as a whole, we are facing the extinction, the elimination of our culture, because this is what this war is about. It's a genocidal war. It's about extinguishing an extinction of Ukrainian culture. 除了乌克兰历史文化甲各族认同的册，2022年台北国际书店也有法国主题馆，甲真侪台湾本土意识的册，包括落河专辑、叶石岛小说集，也有改编汉诗、古典诗，予囡仔看的书。台湾文学馆呢，伫这区内面呢，策划一个台湾的文学史，就是60年代以来，咱文学是安那冲破这个思想禁锢的范例哈。啊，慢慢啊呢，咱享受讲今仔日的自由。以前一年大概有50万到70万啊，我们希望说，如果有到他们的以前的1/3，应该就不错。我们会做最高级的防护，保护大家的平安跟健康。伫今疫情摊开，册店6个出入口拢有设防疫门，提供全身消毒。文化部也表示，今年有31个国家、364间出版社来展览，因也佮加设20万张100块的买册抵用券，入场的民众拢有得领。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北报道。咱人在面对压力的时，会感觉郁卒、紧张、着烦，动物嘛共款。伫疫情的期间，生活模式拢改变啦。澳洲即马就愈来愈侪人发觉讲，厝内饲的动物伴起毛子嘛无啥好，情绪出问题，赶紧带宠物去找兽医的心理医生。带2只狗仔，澳洲居民天气路到宠物病院准备为狗仔看病，因为伊发现受养的狗仔常常出现焦虑的情形。I could tell that she was just really anxious. And the moment Chopper saw, any other dog off lead, on lead, she'll react and bark at them and run away. 这2只狗仔乔帕甲马克思原本拢是搜救犬，因为退役8个月前才由电小姐收养。不过也发现乔帕常常闷闷不乐，找宠物心理医师了后，才知影乔帕得到焦虑症。About 1 in 5 dogs has an anxiety problem. Anxiety disorders are not infectious. If a dog has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it's because part of their brain is not working in balance with the rest of their brain. 宠物心理医师表示，甲人共款，宠物也有焦虑、忧郁症，有的宠物也感受到主人出现广泛性焦虑症，而受到主人影响。疾病少数宠物用伫训练所的协助之下摆脱心理疾病，不过大部分的宠物依然爱专门心理治疗，甚至爱食甲人共款的药啊，才能对抗心理疾病。美国有调查显示，有8%的宠物主人会互家己的宠物食抗焦虑药物。好在在伫经过6个月治疗了后，乔帕真做病情甲快乐真济。主人店小姐也伫医生的建议之下，尽量维持平和心情，互宠物的生活更较快乐。You come home from a bad day, and they'll comfort you. All they want is cuddles and love. 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作为关心环境，武林是地球的戏，海底嘛有。科学家是发现地球顶头上大片的食物——澳洲海参草，伫海底面积有2万个虾球场遐尔大，而且已经生产4500吨啊。这片伫咧澳洲西海岸沙鱼湾发现的澳洲海参草，经过基因检测，确定是有4500年历史的单一的海草食物。因那伊摊的面积，即马已经有2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2万座脚球场。也就是讲，伊对上起初一粒子伫咧海底慢慢大长了，即马已经成做地球上上大的食物。科学家上起初伫咧找澳洲海参草的遗传差距时阵，拄着困难，因伫咧2个离180公里的所在采集样本，发现这款样本拢是同一株食物，感觉真奇怪。上尾也发现这是同一株食物利用地下茎的方式伫咧摊，地下茎每年上侪只会当成长35公分，所以若照安尼推算，这株澳洲的海参草已经活4500年啊！因若伊的带状物向四面八方伫咧发出去时阵，为只敢若10公分，有的是会当生到1公尺长。另外，沙鱼湾的生存环境对于真有挑战性，这株海参草嘛，敢若已经适应比其他海湾盐度更加悬的环境，并且会当伫咧摄氏15到30度的温度生长。而且伊因为遗传的问题，敢若无法度搁探后一代，就安尼靠家己的能力一直探到即马。科学家认为食物无性，一般因的生物多样性就会减少。科学家伫咧伊的生长范围内检测到一寡真奇妙的基因的突变，可能就当解释讲伊会当活这么久的原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今日是国际3天连假的头一天，目前高速公路
也不遮好行，不遮顺，只有一寡路段有出现落难的车阵。那伫天气的部分，3天的连续假期拢真翕热，各地高温拢有30度以上。那西部有可能过热到35度以上。过道是爱细日注意降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2度。外岛是22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